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美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美高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比較埋附近嘅租盤同埋盤，同一手買賣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鞋櫃，隔離有個儲物室。另一邊係廚房，佢係梗住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、酒櫃。呢度有個工作平台。飯廳有對流窗，飯廳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有個露台。可以睇到成個內園嘅景觀，同埋望到遠處嘅山景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有好多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係成個內園嘅景觀，亦望到遠處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有角窗，特別光猛，亦望到河景同埋山景。主人套廁，有企缸浴缸，沖涼特別方便。主人套房放完雙人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成個內園嘅景觀，同望到遠處嘅山景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米高，多謝大家。